10年流浪，冇屋企，冇溫暖。婆婆一出世就無家可歸，自幼被帶到聯生工業村水廠生活，每日孤單度日。流浪從來唔係佢哋嘅選擇，但係喺澳門現時制度下，唯有適者生存。好不幸，有一日婆婆因四處走動，被市政九房捕捉，檢查發現佢有晶片，但係多年來根本冇人照顧，有時有得食，有時冇得食，長期被遺忘。佢身體多處受傷腫脹，滿身都係流浪嘅印記。10年歲月經歷咗啲乜嘢，我哋難以想象。最終婆婆嚟到康寧犬舍，先真正結束顛沛流離嘅生活。長年惡劣環境令佢身體狀況並不理想，需要長期醫療同細心照顧。婆婆嘅健康情況我哋會持續公布，同時佢亦需要你嘅守護。透過助養計劃，你嘅支持會化作糧食、藥物同日常護理，讓婆婆可以安穩走過後半生，由無家可歸到康寧犬舍。歲月有限，守護無價。婆婆仲有幾多個10年？出面仲有好多流浪動物等緊一個屋企。支持領養代替購買，先至能夠改寫佢哋嘅命運。